是罗胜彪。我们在娑婆世界中的生活，总是受到在我们控制范围之外的规章制度的影响。比如说，当我们需要地方当局或政府部门的批准时，我们经常会经历一些官僚作风和繁文缛节造成的延误和不确定性。还有最糟糕的就是我们的某项申请被拒绝。这些障碍都会为我们的生活、工作或企业产生不利的影响。为了克服这种情况，藏传佛教提供了一种非常特殊而且强大的修行法门 Ganapati Raghavajra， 中文翻译有点长，叫夷威象鼻财神金刚爱母。它是一尊被称为破除障碍之王的象头神。自古以来，人们对象头神的崇拜非常广泛，它不局限于原始的印度教或更早的婆罗门教。早在佛陀的时代，印度北方已经盛行原始密教了。后来，佛教结合了密教，于是就出现了最早的密宗，其中更演化出各大神奇的不同于当地教派思想和修行的法门。所以，今天我们要谈的这尊藏传佛教的象头神，其实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它和我们普遍上看到的印度教的象头神是有差别的，虽然他们在法相上看来很相似，所以这一点大家请留意一下。以下我们就简称这尊藏传佛教的象头神为象鼻天，它是佛教著名大师阿底峡尊者所大力弘扬的其中一个修行法门之一。在过去，每当占都古仁波切在申请或者延长佛教朝圣的旅行签证，或者是在为克契拉的佛法项目而向政府部门申请批准而受到困难时，仁波切都会亲自进行这尊象鼻天的修行，问题最终都会迎刃而解。多年来，占都古仁波切也看到象鼻天如何帮助仁波切的弟子和朋友们解决与官方机构相关的问题。因此，占都古仁波切就为需要象鼻天的帮助，但是却没有时间进行漫长而且复杂的祈愿的人们，整理出一篇象鼻天的修行祈愿文。任何人都可以进行这篇简短易懂的祈愿文，它也可以作为人们更长的每日仪轨的一部分。您不需要成为佛教徒，也可以进行这个修行。无论您的种族、肤色或信仰是什么，象鼻天都会帮助您的。这个修行是不需要特殊的许可或灌顶的。以下是象鼻天的法相：肤色白，三面六臂四足，正面象手，右面猫手，左面猴手，右三手分值罗钵、剑、如意宝，左三手分值甜面丸、金刚杵、酒壶，莲花绶带，赤身裸体，前二足交叉，后二足一屈一伸，前有代表智慧的明妃。跟我们的世俗认知相反，在密宗里，裸体和性跟欲望和执着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它代表的是大乐和空性的结合，那是禅修的最高境界。因此，密宗里这些裸体和性的呈现，恰恰是在破除我们的欲望和执着，并在我们的心池中种下正悟的种子。虽然象鼻天的特别功能是在消除政府、官方机构和法律方面的障碍，比如护照、签证、公民权、永久居民证、执照等方面的事务，它的法门也会带来其他的利益。一、象鼻天的修行能带来外在和内在的财富。外在的财富包括金钱、健康、感情、资源和其他物质上的丰裕；内在的财富则是慷慨和布施心等的美德。身为观音菩萨的化身，象鼻天会以智慧来赐给我们财富，他所赐予的东西将会帮助我们修行，而不会使我们退转。二、象鼻天的修行将消除忧郁和嗔心，因为修习他的法门有助于降低我执和我爱，这样我们就能减少给自己和他人带来的问题。三、修习象鼻天的最终利益是培养菩提心和慈悲心，也就是修行正悟的必要条件。
修习象鼻天法门有效与否，取决于修行者的信心、动机和祈求。因此，我们必须以十足的信心和正确、纯正的动机来修习这个法门，也就是以利益他人而不是伤害他人为出发点的心态来修习，才会有最大的效果。占中仁波切整理了给需要解决与官方机构相关的问题的弟子和朋友们的一篇象鼻天祈愿文，再结合黑财神的心咒，将能够帮助那些极度贫穷、运气非常差、欠债累累和在极度绝望状况中的人脱离他们的困境。既然象鼻天是观音菩萨的化身，那这篇祈愿文也就以观音菩萨的7支供为开头。再次说明，这个修行是不需要特殊的许可或灌顶就可以进行的。这就是象鼻天的每日祈愿文。一开始是取自《入菩萨行论》的祭天菩萨祈愿文。所有诸方世界中，若身若心苦逼者，以我所作诸福德，愿行安乐广大海，尽其所有轮回际，此乐终当不失坏。愿诸众生恒得受，菩提大乐无穷尽。愿诸盲者能见色，愿诸聋者能闻声，愿诸孕女无灾损，犹如天父幻化生。愿诸裸露者衣被，愿诸积虚得喉粮，愿诸渴者得净水，甘美芬芳益清凉。愿诸贫困得宝藏，愿诸忧恼得还心，愿颓丧者皆振奋，所作坚毅悉圆成。所有病困苦有情，迅速全好俱利于。一切有情无病者，常时健康无灾患。有情悉皆无痛苦，亦无罪垢无逼恼，更无部位及亲邻，无一有情不安乐，乃至虚空世界尽，即无罪垢无逼恼。此中愿我恒安住，尽除一切众生苦。接下来是观音菩萨的7支供：第1支礼敬支，第2支供养支，第3支忏悔支，第4支随喜支，第5支请转法轮支，第6支请佛注释支，第7支回向支。然后是简短礼赞文：身坚固如水晶山，满愿之众财富主，破障之主象鼻天，礼赞您与诸眷属。接下来念诵象鼻天的心咒：Om Ga Gana Pati Mama Ratna Siddhi Ga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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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na Pati Soha。念诵21遍或者108遍。接下来念诵黑财神的心咒：Om Zambala Dindraye Soha。念诵21遍或者108遍。最后是回向：愿父母永得安乐，愿家庭永得安乐，愿妻儿永得安乐，愿友人永得安乐，愿国家民康物富，愿世界永远和平。以上就是象鼻天的每日祈愿文。这篇博文的网址我就放在下面的视频简介的部分。那这个象鼻天修行法门是不是真的对所有的官方政府事务都有效呢？只要符合佛陀所说的8正道里的正业，就肯定会有效。正业也就是正当的工作和行业，不伤害其他众生的活动。让我告诉您，在什么情况下无效。比如说，有人要申请开海鲜餐馆的执照，这可是个杀害众生性命的行业，无效；或者是要申请夜总会的执照，这是个逼良为娼的勾当，无效；或者是要申请开酒吧的执照，这是能使人昏迷沉醉、失去理智的活动，无效；或者是要申请开赌场的执照，这是个使人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行业，无效。佛菩萨是肯定不会加持的，但最终那个人却也许会获得他所想要的执照，那其实是他的恶业的显现，使得他获得那些执照，让他去造更多的恶业，而不是因为佛菩萨的加持。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大家如果想要学习更多佛法，可以上占多古仁波切的中文博客 www.tenrinpoche.com/l/cn。
谢谢大家。